今天我做了一个3杯龙胆石斑，就是这一个，还有再来做了一个用辣椒小鱼去酱炒的豆干。最爱吃辣嘞，我要来敲碗许愿。是因为2个人做太甜蜜了，所以说就不小心就多加了糖进去。是这样子吗？哎，肉之前都是男朋友处理的，所以我没有处理过肉。但你没有叫他来处理一下，这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哇，那我，可恶，我的葱还在种。欢迎收看平安来注意传，我是阿丽。我到出国的时间啦，这道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有网友为留言人来互动。像亚一部的，就有一位当电影下的小阿妹耶，佢们是印度客家的高手，还是一位视觉设计师哦。佢就留言人来讲，佢想要人来学做菜，一下我就来捞佢连线。Hello， 杨丽姐好。嘿 ，Hello， 义慈。好给你拜了假，叫加油来添吧。就想休息一下，归来爱嘅无卡，山高已经展望，苏当的一了一了。我有看到人家留言。对，我有留言说我想要吃口水鸡，雅一姐可以教我这样子。口水鸡你有做过吗？有之前有做过，因为最近都是在就是家里的时间比较长嘛，所以我就会跟我的男朋友大雄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就是研究很多的食物，然后上一次就是想说自己在家里试试看做那个川味的口水鸡，但不小心就是失败了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不小心糖加太多，吃起来没有这么好吃。那可能是因为2个人做太甜蜜了，所以说就不小心就多加了糖进去。是这样子吗？好啊，今日我根本也有准备好，你一下就用它来做口水鸡。我老一直来做口水鸡，也系隔壁哦，我这里也有，隔壁有拿去卤卤啊嘛，有用盐，还有米酒、泡芙豆粉，你卤过的哈，卤差唔多15分钟过后的，你拿去冰一批，冰到冇个地度，跟用之前迄人男朋友处理的一样处理的。哎，肉之前都是男朋友处理的，所以我没有处理过肉。那你没有叫他来处理一下？好啊，等一下哦，我叫他来。好，大雄，嘿，男朋友你好。这边雅丽姐。嘿，你好。哦，好，今日用来调酱啊，哈，准备咧碗，然后芝麻酱。麻酱，然后我要准备一杯水，水底度有姜麻还有葱诶，然后泡过的水，底度就会有香香的米丝，这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哇，那我，可恶，我的葱还在种。葱还在种吗？对，我最近你还自己种葱哦？不过因为我的葱种的太慢了，所以就是我等一下会拿新的，我会拿那个比较就是去外面买的葱，但因为它真的长太慢了。有看它有长高，有长一点点，因为一直被小鸟吃掉，又重新种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我外面的香草也都是小鸟跟虫吃完之后才是我们吃，所以那个叶子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。原来。好。那加水，好，加水，然后给搅散来。好，阿哥继续冰东西哦，冰糖。
这次不要放太多好，了，这次不会放太多。中摆推不用倒。好，跟一下爱不用给油泼辣子，好，不用进去哈。唔用啥用？疫情啊，都冇办法出去表演，也是有做嘛发通，就唔用啥用，就都不考。我平常就是有时候都会去演出嘛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就是去演出表演唱歌给大家听。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职业是那个设计师，我是平面设计师，所以就疫情期间，虽然说没有办法出去外面演出了，但是我在家里还是有继续工作这样。但是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像是设计啊，有时候是会有那种活动的设计案，那这种就是几乎都变成零，因为就没有演出了嘛。那但是电商像这种网购啊、购物的，就突然暴增，因为大家都在家里，就只能就是在家里买菜、买东西吃这样子，所以网购的那个需求量就变很大，就有明显的感觉到。像我啊，防疫在家的时间，每天全部买蔬菜箱，用订的。海鲜也都是用订的，全部用订的呀，真的哦，都是网购。干用鸭中调后哎哈，你鸭哈给用没后哎，鸡肉也好了，鸡肉也好了，那再麻烦你。好，先来冰冻萝卜，唔过还要切菜，高丽菜准备的迄唔准备高丽菜没哈？有，嘿，够吗？我准备的迄美生菜，美生菜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两种就做的。好，切丝。好，那我来切。我好像没有切过高丽菜丝哎，平常都拿来炒。黑毛。对呀。哦，给需要大雄帮忙吗？他应该也不会。切丝哦。对。切丝。然后我要切鸡肉了。然后现在把它铺上去，然後一下我留姜攞佢連上來，好一下我來冰香菜，然後再來冰飯頭，好我嘅做好誒，哇，好像很厲害耶！那現在換我們了，好，來，先來放上來，好，等一下哦。这样，好，等一下哦。然后再来淋酱，这个酱，好淋上去喽。淋。哎呦！哇，这个酱好像有点多。来，还有香菜。香菜，这香菜好大，好像看不到鸡肉了。花生粉。哦，好像蛮厉害的耶，好像那个挂包的。对啊，很像。香菜这里，哦，我们也做完了。好，这样用准备了试试了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试吃。Yeah. 口水鸡，这是好好口水鸡吃哦，好好吃。那我的好吃吗？不知道，来试试看。老之前周围有空央吗？好香哟，因为我们之前是用水煮，口感好像也不太一样。因为这是有花生跟芝麻嘛，所以就会觉得它的香气比较不一样。还有香菜，对，就吃得到里面有一种那种果实的油脂的香气。对，好食，好食。好啊，不过我根本去可能就按用煮啊。我知道做在海南好食，基本题就会多嘅醬料。故說我準備一乾，送本。哇，真的假的？謝謝雅麗姐。送一本。唔用我一醬料啊，吃做看下咧，嘅米絲就會老團糖嘅米絲香樣。
好的，谢谢。那我今天呢，也要来带来一首我的新歌来送给雅丽姐。今天雅丽姐教我做菜嘛，那我要来分享一下我的新歌《行路》，来唱给雅丽姐听。那雅丽姐在这里祝福你们永远恩爱，永远恩爱的一起吃口水鸡。对，口水鸡，好吃好吃。清明用行路亚述歌曲来祝福义慈，要祝福大家。喺度我邀請奈美來上線嚟，聽錯個時空係條嘅節目哦。愛探過有你行過嘅地方，就會有想起嘅故事。故所嘅相愛來去相逢嘅所在，佢冇夠用嘅時分，想象嘅天。我们收到雅丽姐的油泼辣子了，她用了这个油泼辣子做一批口水雞，東好色，晏子色。一下就走定愛嘅腳步。